民国45年6月初9，也个太平商场开幕嘅，上点解放由生活百货韩国传统工艺落去，也个替太高档准高嘅档红嘅太平商场，系讲中央政府为到营运旗山地区强州外销产业嘅发展所推动嘅第三摆初阶，更加老街可能要本人拆黑的，自公路有人来摆文创摊嘅，2日天气会判40。还有游客去到老街谈店家讲古，乡下人们老文化嘅新价值。台北的游客行业用文路巷嘅高高档假日市集，配合老街表出来嘅路过，本人就会记唔得太高档系面临本人拆黑的危机。安尼闹热就像入到50年代嘅太平商场，因为他们毕竟也都在这边生活了可能一辈子了，然后都活到那么老了，也没想过说，这么老还会面对要抗争这样的事情，会有很大的压力。然后我们年轻人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年轻人力量可以进来，然后也给老人家打士气。为老街文化延续，同老街居民用称，因为一群后生人的家业。原本延续嘅泛白嘅行通，都有一份创意，一张张写下居住正义黄色铺位，更加化作祈福卡，帮游客献上祝福。高雄市啊，这几年算是建设的很快，可是相对的，它一些在地的文化的有历史的东西消失的也很快。那我觉得这部分是蛮可惜的，应该你在发展一些建设的同时那些文化资产。也更应该被值得去思考、被保留。喺小河河嘅行路條前，CQV 裝撐演員專心為排隊嘅遊客做點心。2年前喺台北大英國際陶窯嘅撐演員講，因為行到陸客要幫政府拆黑嘅手續，嗰所革新全家搬歸來旗山，嘛住下嘅陸客省嘅店面做生意。覺得我還有機會站上這個台子。心里真的很百感交集，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不过，我相信是快乐多于忧愁的。能抗争是一种幸福，因为房子被拆了，我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從20世紀初期嘅店平下建築，到30年代嘅巴洛克式排流裏面，兩排現代初嘅運動。為旗山大廈嘅世界外觀，長期研究旗山歷史文化嘅黃宗義表示，第2次世界大戰以後，強州外商入到黃金期，希望政府順勢發展經濟，啟動嘅第3擺初階，其中就以太高檔嘅太平商場最有代表性。大溝田老街它是在於戰後跟日本時代的2間戲院中間，全長150公尺，它完全是以日本跟台灣文化的一個交織。然後在戰後民資缺乏時代，它兼具着政府跟民間合作來發展旗山文化、旗山繁榮的街景的一個代表作。從細睇旗山路嘅太爺高雄大學副教授莊淑子指出，過去太平商場帶起來繁榮風光。係奇美舊鄉鎮嘅共同基業，市政府應該同由時代脈絡嘅居民當作主體，好好來尊重，唔係幫居民因為城市嘅發展推出原本嘅想法。我們尚未看到政府部門對於這個地區有一個完整的規劃。那在沒有一個完整的規劃之前，就去做一個拆遷或搬遷的動作，當然對於在這裡已經居住超過半世紀的居民來講，這是一個很難承受的痛。我們與其把它當作是彼此對立的這樣的一個衝突，不如把它當作就是一個城市在進步過程中，怎麼樣在各種的公共利益當發現競合的時候，我們可以有折衝跟對話的一個範例。強綠色的皮箱從玻璃櫥內天天拿下來，也係皮箱老師傅李秋蓮的作品。李秋蓮講，民國50年係商業開始發展的初期，睇見人隨着皮箱愛出大表人台，皮箱表嘅係日常嘅作嘅衫褲，還有對陸客人嘅思念。40幾年、50幾年嘅時代，若要結婚，攏愛兩腳，兩腳大腳皮箱，若是這細腳是咱出外要趁食，
寒咧寒衫裤，吼，啊像讲啊，这两个就是抗这上边的作用，吼，这上边的作用是讲啊，咱若出外，吼，咱厝的人，咱思念故乡，吼，爸母啥货啊，咱就抗哦，咱这上边。60年的招牌。杨崇红三只太师旗下係武行60年前開業嘅歷史。今年85歲武行頭家莊文憲為當年開業嘅時節，設計限係25歲後生嘅。伊講當時店內嘅布料全部都係市場最流行嘅，就連信用天作為旗袍布料，馬講究都從德國進口。迄陣也要計算吼，當時吼需要做這旗袍。迄陣攏有旗袍啦，迄新娘迄落吼，啊穿起來足水的就對啦，迄是用啦。現在沒有這種布啦，迄德國進口的，這種布會使布啦，現在看不到了啦。除了嚴從武行，一條商店街還係結婚新人一條來嘅地方，最行一轉太平商場，所有愛買東西都做得一擺賣出。要嫁娶迄查某的吼，女方啦吼，女方變愛穿嫁妝，啊穿嫁妝的時一定要差不多最起碼有12套的服裝，啊攏來遐剪布，啊這條街的優點當時會顯得老者就是有西裝車，有迄落管女裝車，吼，啊有電器行，吼，所以啊有車店，吼。所以也來這條街吼，啲要款迄個要結婚要用的物件，攏真齊全就對啦。老嘅記憶讀到新嘅想法，看到係一啲時代風光，一種談店頭家講故事嘅事蹟，營造出一種娛樂美好嘅價值。聽一條一定好嘅下注，太平商場用都市嘅人情講頭擺風化，嘛期盼一座城市做得。用交通配合對呢啲衝突，留下安居樂業嘅空間。